哎呀，你就别担心啦，你们家的这些旧家具，我哥已经找好地儿给你妥善安置了。到时候我哥就派人把他们全都搬过去。你放心，等林叔醒过来，保证一样东西都不少，一丝灰尘都不留。薇薇，那我们今天就不要麻烦小丽叔了，我这些行李都是小件，咱们俩自己搬过去就行了，就别等他了。那可不行，我哥特意交代了，一定要亲自送你过去。你别着急，他一会儿就到了啊，咱们再等一会儿。哦，我刚才还没跟你说完呢，就他们俩就把我一个人扔电影院跑了。等我再发现的时候，人都没影儿了。我就想了，就算我追出去了，也找不着他们了呀。索性我就把电影给看完了，还挺好看的。你说我要不看完，多浪费我那3张电影票钱呀，是吧？是，薇薇，你以后可千万不要再去做这样的傻事儿了。我心里咽不下这口气呀！什么早晨醒来发现你和阳光都在，不要对不起啊，你看我这张臭嘴，你就当没听见啊。没关系的，那条朋友圈我也看见了。你看见了？徐思雨没屏蔽你啊？不要脸！那他就是特意发给你看的呗。哎呀，我真是替你气不过。好了，你也别生气了。我现在是欧阳的妹妹，她感情里面的任何事情和我都不再有任何关系了，所以我也没有权利和资格去追问什么。你就别再为了我去做这样的事情。你不是希望我做你嫂子吗？薇薇，你和你哥都对我那么好，我是真的希望能够成为你们的家人。所以我现在只想一心一意的把我的心思全部都放在你哥身上。或许有一天，我心里面的某些羁绊就会消失不见了。薇薇，这些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过。我现在正在很努力的让我自己去爱上你哥。如果我不爱他，但是我又答应和他在一起，这样做对他太不公平了。哎呀，你怎么那么好啊？我都心疼你了。没关系，你慢慢来，我跟我哥都不着急。以后我再也不跟你提欧阳了，我也不跟你提徐思雨了。从今以后，你的心里就只有我哥一个人，好吗？不好意思，有点堵车来晚了，东西都收拾好了吗？好了，收拾好了。来，出发！出发！哇，走起！哇，够沉的。大力士啊！哎呀，你慢点啊！干嘛的？谁让你们进来的？欧总交代了，让你现在把东西收拾好，离开欧氏集团。是你自己收拾呢，还是我们帮你收拾？
把他的东西收拾好，放到前台就可以了。做事有必要这么绝吗？你的东西保安已经收拾好，放到前台了。这个月的工资，财务会打到你的卡里。我跟集团的合约还没到期，你没有权利单方面解雇我。你向外界披露集团的财务状况，造成集团严重的损失。你在与集团有劳动关系的同时，伙同岐山，妄图操纵股东名义。你这些行为，都严重违反了集团的规章制度，所以集团有权单方面解雇你。还有，芳华国际公寓我已经退租了，放在你家里的东西我不要了，你自行处理就好。小蕊，我知道这件事是我错了，是我不对，是我的问题。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不是我的本意。我其实，你看在我们那么多年的感情份上，我只是鬼迷心窍而已。我被岐山蛊惑了。你是说我舅舅蛊惑了你吗？不是我。一次机会好吗？不要让我离开公司。你让我留在公司，我保证我再也不做任何违反集团利益的事。我一心一意的为公司发展努力。我不能没有工作。你看在我们两个人相爱着。陈哲，我们相爱过吗？你爱过我吗？啊？你一直在骗我。你和我在一起就是为了往上爬，我就是你实现野心的一个跳板而已。我怎么这么傻呀？还一直都在相信你。陈哲，其实当初你和林美雅分手的时候，我就应该看清楚你的本性。20年的感情，说断就断，你够狠的。我跟林美雅20年的感情，我说断就断是为了谁？是为了你欧瑞！你现在反过头来说我狠，你有良心吗？你有良心吗？一个跳板需要良心吗？当你知道林美雅是欧长林的亲生女儿时，不还是去找过她吗？
房子呢，我已经找保洁全部打扫过了，直接可以住。小黎叔，这房子也太好了吧！这么好的房子，这么好的地段，怎么可能1个月3000块钱？这肯定要上万了吧？真的只要3000块钱？这个房子是我好朋友的，平时根本没人住，而且原本他就没打算要房租。不要房租怎么能行呢？对呀，不要房租怎么能行呢？我就知道你一定不会同意的，所以我软磨硬泡，好不容易把房租涨到了3000块。你就在这踏踏实实住吧。我这朋友1年4季在澳洲，不怎么回来，就算偶尔回来一次，他也在远郊住，这根本没人住。你在这住也算帮他暖房了，他会非常开心的。那你这朋友什么时候回国呀？他回来了，你可一定要告诉我，我得请他吃饭。嗯，没问题。来，喝水。好，谢谢。轻拿轻放，谢谢啊。喝水，谢谢。喝水。我说，咱能不能速战速决呀？我都快饿死了。妹呀，我想吃小龙虾。你们俩今天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，我得请你们俩吃点好的。小龙虾咱们改天再吃吧。我不，我就要吃小龙虾。好，那咱们就速战速决，直奔大排档。好，走起。美雅，我先带你去看看你的房间。哎，慢点，慢点。走。辛苦啊，后面还有吗？好，来。刚才我都陪你跑了那么久了，你就算把自己累死，你把我累死，你也没有用啊！你不是说李东开了个拳馆吗？把地址发给我。你要去啊？你还是要向李东发起进攻，对不对？虽然我打心底里就不愿意让你跟这李东在一块儿，但与其看着你这样，把自己累死，把我也累死，还不如让你放手去折磨李东呢。别在这胡说八道！我早就想找地方练拳，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拳馆。李东开的，应该不会差。继续。啊！齐总，齐总啊，齐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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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什么？我在欧市待不下去了，你得帮我呀！你在欧市待不下去，跟我有关系吗？不，齐总，齐总，我是在帮你啊，所以我才弄成今天这个样子。你在帮我？你是不是疯了？我告诉你，你说话可得注意呀！我是被你们骗了，不是吗？要不然我怎么会在董事会上就像小丑一样被你们给耍？齐总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咱们过去的事不提了，好吗？您不是说你欣赏我的野性吗？您公司还有位置吗？我现在就可以去上班。像你这样唯利是图、见利忘义的小人，我看没有一家公司会用你的。哇，齐总，齐总，你得考虑一下好吧？齐总，齐总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齐总，你帮帮我好吧？齐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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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给我次机会好吧？齐总，齐总。再来。
辣不辣？还可以再辣点啊！来，土豆哥，再给微微炒个辣小花蛤。中，等着啊！别吃了，来，让我们共同举杯，庆祝美雅今天乔迁之喜。干杯！妈呀，土豆现在这小龙虾炒的可以呀，都快赶上林叔了，味道太感人了，尤其是想喝一口的时候。等我爸醒过来了，你一定要把刚才说的话认认真真的跟他再说一遍，他肯定会开心的不得了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林美雅，哎，你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这时候来，你看不见正交流感情呢吗？真烦人！你来干嘛呀？林美雅，你有时间吗？我有话想跟你说。我有时间，你坐下来和我们一起吃饭吧。我不吃了，咱们去那边说吧。好，那你们先吃。瞅他来的这个点儿，正拉着手呢，吃你的捣乱小龙虾，堵不上你的嘴。哦。怎么了？到底怎么了？你要跟我说什么？你是不是不喜欢立冬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为什么要突然这么问我？我知道，我突然跑过来跟你说这些，若男知道了一定会狠狠地骂我的。可是我憋不住了，我必须得告诉你，若男从小到大就没对什么男的动过心，我还是第一次看他这样。其实你们去东南亚，他第一次见到黎东，就已经喜欢上他了。我也劝过他，我说人家黎东不可能喜欢你的，可是他就是陷进去了。没办法，那天晚上我故意带他来丽家老店吃饭，其实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，我让他自己看。后来他知道黎东喜欢的人是你，我以为以他的性格，他会直接跑去跟你摊牌，去跟你争，可是他没有，他只是过去跟黎东说，让他好好对你。小黎叔对你可真好，你有这么个小黎叔，是你的福气。立冬，作为美雅的姐姐，有一句话我要问你，你是不是喜欢美雅？是，非常喜欢。那天晚上他喝了好多酒，他说你们的妈妈对不起你，你跟欧阳又突然成了亲兄妹。他还说，他说你从小到大受了太多的苦，黎东就是老天派来补偿你的，他是绝对不会跟你抢的。梅雅，我先跟你说声抱歉啊，若男是你姐姐，姐姐爱妹妹天经地义，她希望你好，她希望你幸福，可是这个世界上谁又心疼过她呢？你知道她有多不容易吗？从小到大，我一次次看她在生死边缘挣扎，她为了给杜阿姨治病，她就去借了高利贷，之后我们就一直在逃亡，
你知道有多苦吗？其实他不喜欢打拳，他不想天天打打杀杀的，可是他没办法，他为了保护他的妈妈那是。其实她就是一个小女孩，她那么小的身板，但凡有一点办法，她都不会选择走这条路的。你知道，她每次打黑拳回来，身上有多少伤吗？她为了省那点医药费，每次都是自己买点药回来抹抹就完了。梅雅，我跟你说这些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让你知道，其实若男从小到大受的苦，一点都不比你少。他这2天一句话都不说，每天都是打拳跑步，他都快要把自己累死。可是他没办法，他心里难受，他只能用这种办法发泄。梅雅，我知道你忘不了欧阳，你也不喜欢李东，你能不能把他让给若男啊？或者让黎东介绍一个更好的给你？我求求你了。苏子杰，谢谢你能来跟我说这些，我听明白了。你放心，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你快点回去吧，你快回去陪陪他。他现在身边需要有一个人。梅雅，谢谢你。我知道我说的这些很自私，对你很不公平，但我谢谢你听我说完。我也替若男好好谢谢你。再见。慢点吃，别噎着。噎不着，这都是壳怎么噎呀？卡着。苏子杰跟你说什么呀？没什么事儿。若男因为妈妈要下葬的事情，情绪不太好，他想让我去劝劝他。明雅，下葬的那天，我们陪你一起去。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。喂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先这样。欧氏集团今天召开了董事会，正式宣布欧阳成为欧氏集团的新任董事长。还有，欧氏正式对外界发出邀请函，欧阳跟徐思雨的订婚宴确定在1周之后。小丽叔，微微，我敬你们一杯，谢谢你们帮我找到这么好的房子。好，那就希望你真的住得开心。土豆哥，哎，再给微微炒一份小龙虾。中。谢谢土豆哥。不客气。薇娅，我敬你一杯。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愿意陪在你的身边。
小丽说你也来一个。嗯，谢谢。爸，汤是我妈亲手煲的，您喝一点吧。谢谢。一会儿喝。爸，对不起。当初我应该听您的，不应该非要跟陈哲在一起。今天股东大会上，让大家看笑话了。作为父亲，没帮女儿把好关，让你受苦了，爸爸很抱歉。其实都是我的错，我一直以为你只帮洋洋，再加上我生那对双胞胎和你的气，我就给了我哥3%的股份，让他支持小瑞。可我没想到，他竟然跟陈哲背地里预谋那种事情。长莲，这2个孩子都是我的宝贝，我支持小瑞，并不代表我对他们俩有分别心。妈，我们都知道的。爸，今天去股东大会之前，陈哲带我见了我的亲生父亲郑一鸣。你们以前的那些恩怨，我也都知道了。我对不起他，对不起你的亲生爸爸，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的妈妈。我知道你恨我，你们娘俩都恨我。是，我恨您，我恨您破坏了我原本幸福的家，我恨您让我们父女分离20年。但是我亲生父亲，他的确犯了错，他出狱之后，竟然和陈哲联手做了很多报复公司的事情。这次偷税漏税的事情，就是他爆出来的。这么多年，支撑他活下去的动力，竟然是复仇。在我记忆里，他是一位多么慈爱、多么豁达的父亲。可是仇恨竟然让他变得如此可怜。我忽然间就冷静下来，我知道仇恨一定不能解决仇恨，所以就让这一切都在我这里结束了。最近在我身上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更加让我清楚了家人的意义，也更加让我清楚这一辈子最应该珍惜的是什么。妈，你也该走出来了。死者为大，林美雅和杜若楠的母亲已经不在了，过去的事情就别再追究了。人不能总活在过去，总要往前看，总是要过下去，为什么不开开心心的呢？爸，从今天起，我会把林美雅和杜若楠当成自己的妹妹来看待，我相信欧阳也会的。妈，
你也应该把她们当成自己的女儿，让我们一家人能够幸福和谐的在一起，好不好？来，喝点儿。妈，我来吧。爸，没有什么好对不起的，我们都会在你身边的，你的病一定会好的。微微吃饭啦！我天，这都是你做的？谁要是娶了你，可真是三生有幸啊！我要不是个女的，我就追定你了，还有我哥什么事儿？好啦，快吃饭吧，一会儿饼盖凉了。好好吃啊！哎，你们从国外一定要早点回来啊，我怕我想你想的睡不着觉。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欧阳和许思雨要订婚，你心里不爽？没有。如果不是因为这个，那就是苏子杰跟你说什么了？他到底跟你说什么了呀？不光是杜阿姨要下葬的事儿吧？你从昨天晚上见过苏子杰之后，就一直这样心事重重的。他什么也没跟我说，你别乱想了。我就是要去国外了，心里有一点焦虑，你别担心，我一会儿去跟我爸说会儿话就好了。好吧。你尝尝我做的小菜。爸，若楠，有事吗？没事。爸，昨天你们在这说的话，我都听见了。若楠呐，以后你就把齐阿姨当成你的妈妈，把欧瑞当成你的姐姐。咱们一家人以后好好在一起，啊！我知道。后天你母亲下葬，梅雅那边，梅雅那边还是你亲自去跟她说吧，这样比较好。好。爸，我听说你病了。是，病了，病了才明白了一些道理呀。人这一辈子，什么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亲人和朋友。你爸爸不怕死，你别忘了，我在你母亲的墓碑旁边，我可给自己找了一块好地儿，到时候我还要下去给你母亲请罪呢。你胡说什么呀？你不会有事的。现在这样不用上班，挺好的，时间还多呢。你要想去哪走走、玩一玩，你就告诉我，我陪你去。好啊，好。好了吧？
看书吧，我不打扰你，我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想在这儿坐会儿。找我什么事啊？你昨天晚上都跟林美雅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呀，就是欧叔叔想让她回来住，让我帮忙劝劝她。哦，那林美雅怎么说的呀？她说考虑考虑。可是林美雅怎么跟我说的不一样呢？她说你找她是跟她谈杜阿姨下葬的事儿。嗨，对，下葬嘛，这事儿也说了。对。说你个大头鬼啊！老实交代。是不是杜若男让你去找林美雅的？不可能，若男绝对不知道我去找林美雅，要是知道还不得打死我呀？打死你！你不就是跟林美雅说让她来欧家住，顺便再告诉她杜阿姨下葬的事儿吗？杜若男干嘛要打死你呢？老实交代！哎，若男真的挺可怜的，所以我就拜托美雅把你哥让给他。哎，你这人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杜若男可怜，林美雅就不可怜吗？你去试试，从小没爹没妈，在孤儿院长大，你再去试试，你深爱的结婚对象突然有一天就变成你亲哥了。现在林美雅好不容易就要接受我哥了，你这儿又横插一杠子，你知不知道按照林美雅的性格，她现在一定在想办法怎么拒绝我哥呢？